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湾甲保留的旅游泡泡，就要来启动咯。有风声讲后一个开放的国家就是越南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确实受到越南列入着考虑。李兴祥嘛讲真欢迎哦，因为越南的旅游市场比保留是大真多。但是，若是有旅客前往着旅游泡泡的国家，防验出着新冠病毒，安尼原机遣返的可能性真高，所以旅行业者嘛来呼吁，会当甲加出来费用来纳入着旅游平安险，安尼嘛会当来提悬着民众出国的意愿。比如，正做头一个开放旅游的国家，旅行社业者嘛开始做规划，预计未来4天3夜行程，一半以上拢伫咧耍水，各当体验和海底做为佚佗。很严格的就是消毒，然后甚至我们在旅馆的时候是有专门的电梯通道。相关的检疫规定也未出来，不过后一个旅游国家已经考虑开放。没有疫情的国家里面，大概越南。世界七大奇景，有一个伫咧越南北边的下龙湾，计未发生疫情之前，越南旅游当时行，即马停止年外，敢若有机会会当个去遐耍。因为台湾人逐年去别流耍的人，平均讲有1万到15000人，若去越南旅游的有85万人，这个饼大几啊10倍。希望说，如果在比较相对安全的国家，他回国之后的检疫看天数是不是可以缩短？开放越南旅游，业者规划行程算5天4夜，过期团费差不多2万到4万，一摆可能几万5到2万。最后耍的所在包括河内、下龙湾和中越的岘港。不过，耍的时阵，若是出现风感染的确诊者，都有可能原期会甲你载回来。保险业者考虑伫咧旅平险内底增加紧急救援费用。旅游业者嘛认为，安尼开互民众想要来耍。